主席，水管事故咧，或者係甚至係水管爆裂咧，其實市民都唔想，因為確實對市民咧會構成極之嘅不便。本人服務選區喺上個星期，環保大道都出現咗水管爆裂，最後導致咧就係一個屋苑清水灣半島同埋一所學校咧就係暫停食水，但係咧啱啱就係搭正咧係傍晚到午夜停止咗食水，咁所以咧就形成好大嘅不便。睇到主體嘅回覆咧，就講咗，喂，擺咗好多喺預防嗰度，我同意嘅，預防係好重要。但係預防到如果真係有事故，中間嗰度咧有好多功夫咧係要做嘅。咁所以咧，我啊正想問翻，我睇到咧就係話2024年咧，利用智管網係偵測到1220宗嘅滲漏㗎啦，已經 OK。咁但係咧出現滲漏，跟住落去咧係好重要嘅喎。如果我哋冇做好一個維修嘅話咧，就可能會出現而家個主題咁啦，會出現到爆裂情況，就會引起市民咧係不便。咁所以我想問清楚，喺上一年1220宗滲漏嘅裏邊咧，係平均每一宗嘅滲漏咧個維修時間咧係要幾耐咧？多謝主席。局長。主席，而家我手頭上冇有關嘅數字喺手嘅，遲啲我可以向翻議員提供。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其實偵測到有滲漏呢，其實就發出一個訊息，所以偵測到之後要有行動呢先有意思嘅。所以其實逢親偵測到嘅話呢，水務署都會有適當嘅行動。其實以將軍澳頭先又係議員舉嘅例子為例啦，其實當時咧水務署都係盡量透過一啲嘅調度咧，縮窄受影響屋苑嘅範圍嘅。咁同埋即使有一個屋苑係受到影響咧，都及早咧同有關嘅屋苑咧有溝通，因為好多時屋苑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啲嘅水缸嘅用水喺度儲備咗喺度嘅。咁所以即使水務署停水，真係要去到落街去攞水嘅市民呢，希望亦都係減到最低，因為仲有一個短嘅時期，佢可以用水缸嘅水嘅。咁但係關於頭先話一般嚟講，滲漏偵測到啦，用嘅維修時間可以係由幾長到幾長呢？或者我哋整理一下資料，我哋稍後喺適當場合再同議員分享。